上世紀40年代末期，香港受到大量湧入偷渡者所帶嚟嘅治安問題挑戰。時任警務處處長麥景陶為咗加強邊境監控，下令於1949至1953年間，喺香港北面邊界沿深圳河一帶多個山丘興建7座堡壘式哨站警崗。佢哋都被稱為麥景陶碉堡。呢7座碉堡見證咗香港70多年嚟嘅邊防歷史。長久以嚟，佢哋都坐鎮喺邊境禁區內，充滿神秘感。直到2012至2016年間，分3階段嘅邊境禁區縮減，佢哋嘅所在位置被全數剔出禁區範圍，終於重見天日啦！市民唔使申請禁區紙，都能夠近距離一睹呢啲已被評為2級歷史建築嘅風采。近年有人舉辦7堡連登挑戰，更有喺1日內走遍所有7座碉堡嘅選項。老實講，呢個對體力嘅要求都唔少㗎，全程接近40公里，仲要翻山越嶺，對於一般行山人士嚟講呢，都頗有難度嘅。但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一條輕鬆得多嘅路線，唔使花太多氣力就能夠1日走訪由米埔至白虎山5座碉堡。就算年紀大或者平時較少運動嘅朋友都能夠輕鬆應付嘅。如果你體力好啲嘅，可以行埋第6座礦山碉堡，並順道探遊附近嘅蓮麻坑礦洞。呢條路線嘅最大好處就係可以俾大家輕鬆咁1日之內到多個碉堡打卡。閒話少講，而家就出發啦！第一個目標，米埔麥景陶碉堡。我哋又係搭港鐵去上水站，喺 B1 出口落天橋，到彩園路嘅上水轉車站，搭去朗屏嘅76K 路線九巴，喺米埔站落車，反方向行去擔杆洲路口，沿擔杆洲路一直入去就到㗎喇。一路行，路嘅兩旁可以睇到好多魚塘同基圍。原來呢度叫白鶴洲㗎噃。秋季嘅時候呢度仲可以欣賞到蘆葦叢嘅美景添。由路口行咗大約20分鐘就嚟到目標啦。呢度都有一個行動基地，從佢旁邊嘅小路就可以到碉堡。呢座碉堡應該係7座中海拔最低嘅一座，見到佢四周嘅植物生長相當旺盛，遮住佢大部分嘅身影。將鏡頭伸入圍欄都唔能夠一窺全豹。甚至喺高空都好難睇到佢嘅位置。米埔麥景陶碉堡位於米埔自然保護區內，呢度周圍都係基圍、淡水池塘、潮間帶泥灘、紅樹林、蘆葦叢同魚塘，為不同野生物種提供棲息之所，更係國際公認嘅重要候鳥棲息點同埋中轉站。每年有成9萬隻超過400種候鳥飛嚟過冬㗎。第2個目標係馬草壟麥景陶碉堡。打咗第1張卡，返擔杆洲路口，轉咗去相反方向嘅76K 米埔站，搭返去上水方向嘅76K 九巴，喺河上鄉路落車，過對面路邊，搭由上水去廖博嘅51B 專線小巴。話俾司機知你要喺去麥景陶碉堡嘅路口落車，落車後由左邊山路直上向上行就到㗎啦。
使10分鐘就到咗碉堡啦。佢周圍植物唔多，可以睇清楚到碉堡嘅外貌。由高空所見，佢旁邊嘅山坡呢，有一幅幾有特色嘅石牆喎，感覺上令佢增添咗一啲藝術氣息啊！佢另一邊嘅山脊有一啲小路，可以通去一啲視野開揚嘅山丘，遠眺欣賞靠近深圳河嘅魚塘景色。第3個目標係南坑麥景陶碉堡。打完第2張卡，返上山嘅路口，搭51B 專線小巴返上水。我會喺上水先食個午餐，跟住搭59K 專線小巴喺沙嶺道口落車，沿住沙嶺道一直向上行就到㗎喇。沙嶺道係一條唔太斜嘅上斜路，雖然要行大約1公里，但都幾輕鬆嘅。呢度仲係落斜路添。碉堡前都有一個舊直升機坪，終於到啦。外牆同被油咗粉綠色，南坑麥景陶碉堡呢，應該係最接近邊界嘅一個啦。距離深圳河不足200米，可以好清楚睇到深圳嘅街景添。整棟建築物呢，似被翻新冇耐啫。第4個目標係雅瑤麥景陶碉堡，返沙嶺道口，再搭連麻坑方向59K 專線小巴，喺雅瑤村口落車，過馬路到對面山路口，一路直上就到㗎啦。呢條山路只有約200米長，但斜度好大，要用啲力行㗎。約5分鐘左右就上到碉堡。佢同入口都有一段高度距離嘅。
碉堡所在係幾細嘅山丘頂部，旁邊有電塔同跨境電纜，同深圳河相距都好近喎，約200米左右啫。可以想象當年係能夠緊密監控住邊境狀況嘅。第5個目標係白虎山麥景陶碉堡，返雅瑤村口，再搭去蓮麻坑方向嘅59K 專線小巴，喺白虎山腳路口落車，沿山路直上就到㗎喇。喺初探白虎山影片已經介紹過呢個碉堡啦。呢條路線仲會經過2個日軍碉堡嘅，去麥景陶碉堡都好輕鬆，只係撐一段梯級啫。到達目標啦！以位置嚟講，白虎山麥景陶碉堡係最北嘅一個。白虎山2個山峰仲隱藏住共8個日軍碉堡㗎。想知佢哋位置，睇再探白虎山條片咯。話咁快就探晒5個麥景陶碉堡啦！如果每個碉堡只逗留15分鐘，喺上水食午餐只用45分鐘，再加一啲等車時間，全程都係大約需時6個半鐘左右啫。若你自問體力好，不妨加埋難度高一啲嘅第6個目標——礦山麥景陶碉堡加蓮麻坑礦洞。返白虎山腳路口，又再搭59K 專線小巴直入蓮麻坑村尾站。注意，蓮麻坑村口前一段700米路段仍然屬禁區範圍，除專線小巴乘客外駕駛人士同行人都要申請禁區紙先可以通過㗎。落車後行返去近村口嘅一個路口，沿一條有長長梯級嘅山路一直上就到㗎喇。落咗小巴，反方向行去村口。右邊可以見到一個指示牌，佢嘅對面係搭回程小巴位置。喺指示牌後面上山，呢條亦係紅花嶺郊野公園嘅蓮麻坑郊遊徑。沿途都有標距住，呢度仲有地圖資訊牌添。呢條路線初段都有啲樹蔭，但梯級好多，而且樹蔭一路變少。當行到呢度，碉堡再望啦，以為就到終點，但前邊仲有一段段冇樹蔭嘅梯級等緊你啊！真係行到開始不能肯定人生啊！
連同中途休息行咗差唔多30分鐘，喺只有700米路程爬升咗超過150米。大家記住，唔可以揸車上嚟呢度噶。終於到啦，要向大家推介呢個係冷氣位嚟，有樹蔭又有無間斷嘅涼風，正。礦山麥景陶碉堡呢係7堡中第2最高，佢四周空曠，但就有好大嘅信號干擾啊，令我嘅無人機遙控器頻頻出現警告。呢個碉堡位於紅花嶺郊野公園範圍，由紅花嶺嘅朋友呢都會順道探訪佢附近嘅鉛礦洞。喺邊境禁區範圍未縮減之前呢，要嚟呢度需要繞道崎嶇山路，但而家就可以搭專線小巴直達蓮麻坑村，比以前方便好多啦。探訪礦山麥景陶碉堡呢，蓮麻坑鉛礦洞係必遊景點，因為佢距離碉堡好近，唔使10分鐘就到。見到呢個路牌就轉左入小路。沿路大部分有樹蔭，路況亦唔算太差，行得比上礦山碉堡輕鬆得多啦。好快就到啦！呢度行落去要小心一啲啊！洞外有資訊牌介紹嘅。礦洞有2個主要入口，就由呢邊入咯。洞頂不斷有水滴落嚟㗎。可供參觀嘅面積唔大，有部分區域仲被封鎖住。裏邊仲有其他細小嘅隧道啊！據稱圍封原因呢係避免住喺裏邊嘅蝙蝠受到騷擾。政府資料所示啊，蓮麻坑礦場嘅歷史呢，最早可以追溯到1860年代，全盛時期員工數目多達2000人㗎。喺日佔時期，礦場曾經落入日軍之手。至1950年代末期停運荒廢，政府近年將佢活化，喺2024年底變身成為開放式博物館，開放俾觀眾參觀。博物館內雖然空溜溜，但經過多年開採，變得不規則嘅洞壁形態呢，置身其中有令人去咗外星異域嘅玄幻感覺㗎，確係值得一遊嘅打卡景點。
加埋礦山就係一日走6寶啦。至於剩低嘅白公坳碉堡呢，因為係7個之中最高嘅，而且冇簡單快捷嘅公共交通路線連接，好難包括喺輕鬆遊路線內啦，只能分開再探啦。戴翻頭盔先，今次去埋礦山碉堡同原礦洞呢，一個行人唔係同日完成嘅，因為喺探5寶時呢遲咗出發，唔想太晏完成行程，所以分2日走訪，希望大家見諒啦。如果可以自備食物，喺中途食午餐，探完馬草壟碉堡後，翻上水直接去沙嶺道，應該可以慳翻半個鐘左右。又或者早1個鐘出發，走訪6寶都應該可以喺下午5點左右翻到上水完成路線嘅。以下係2款路線資料俾大家參考，可以因應自己嘅能力同喜好選擇調整路線。重申一次，今次嘅分享呢係以輕鬆方式行嘅路線，走訪麥景陶碉堡仲有唔同方法，你又會點行呢？呢次嘅分享又告一段落啦。如果大家喜歡呢條影片，請俾個 like， 留言鼓勵，分享俾同好，同埋訂閱一個行人嘅頻道啊！你哋嘅支持係一個行人繼續認真製作影片嘅動力啊！一個行人頻道內仲有唔同題材嘅影片，請 click 呢度嘅播放清單慢慢欣賞啦！多謝收睇，拜拜。